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3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台北家有一个受刑人争取伫家内面投票，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裁准加处分伫官司结束进程，来台北家设投票所。台北市政府用身份辨识当作上下班登卡签到，却查出8个局处是用中国制造产品，可能会有治安疑虑。公平会带条件通过台湾大哥大合并台湾之星的申报案，未来国内电信市场会变作是3大企业伫咧做。明年大选特别到啊，这台北家有一名受刑人争取伫咧家内面投票，不过互选务机关拒绝，落尾提起行政诉讼，而且申请暂时处分。法院审理了后裁定加处分，认定这选务机关伫官司有结果进程呢，来到这台北家设投票所，将做头一站法院裁准受刑人伫家内面投票案例。中选会甲桃园市选委会表示会提出公告。法务部也讲，等最后的结果出来，再来研究看要安怎做。民众犯罪入家服刑结束前，拢伫家生活。有一个姓林的受刑人，刑期过超过8年，争取伫家投票，参加明年的总统大选，去互桃园市选委会拒绝，伊提出行政诉讼，佮申请加处分。经过法院审理了后，12裁准暂时处分。选务机关伫胜诉确定前，应该爱伫台北家设投票所。若选举后，即使本案胜诉确定，选举权受侵害之结果已无法回复，有害于宪法保障民主原则与人民基本权利等情形，有防止重大损害及避免急迫危险之必要。裁定的几个理由，除了认定被告胜诉的机会悬，有选举权无度行使，也行动互人剥夺。依照即卖的法规，受刑人符合出外要件，包含伫家超过3个月，也加行为善良，安尼就当申请出家投票。不过法院认为，只要国民有选举权人的身份，准讲无符合出外的规定，嘛应该享有投票权，无应该加做限制。这件只是一个行政法院就申请人申请假处分而做的裁定，所以现在还没有整个案件的确定。我们会等到确定以后矫正署跟所有的监所才会做进一步的处理。我们的选罢法并没有类似外国不在籍投票或者是所谓的缺席投票的制度。他进去投票的时候没有介护人员，他也不能够来携带这个械具，这样的情形在你的维安有没有问题？这件台湾司法头一件法院允准受刑人伫家投票的裁判案例，为中央到地方，选务机关拢表示设立投票所有困难，要依法提出控告。法务部是回应听候最后的结果出来，再加中选会来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家有一个受刑人争取家己在家也是会当投票的权利，提出行政诉讼。目前法院以加处分爱选务机关设立投票所。民间团体认为讲，互受刑人会当行使投票权，对因出狱了后呢，重新加入社会是有帮助的。伊也认为讲，即摆加处分，若会当互这户口点伫咧台北家的受刑人听好投票，落尾也会影响到其他家相关案件，互户口伫咧家的受刑人拢会当投票。标记一张投袂出去的票，点出受刑人无法度投票的状况。当机关注检索受刑人的民间团体，当咧举办展览，互大家认捌这个人权议题。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加处分，爱桃园市选委会伫台北家设立投票所。民间团体表示，互受刑人通投票，会使帮助因回归社会。因为犯法的代志，伊都有规定讲袂使去做候选人，袂使去做公职。毋过伊伫2005年刑法修正时，褫夺公权就一定甲迄个免投票这件代志，一定去掉复执到伊的监狱内底。所以讲，伊无一个法律会禁止他。这个就是宪法保障的犯过错的人，伊有一个机会，会当讲重新跟咱的公民社会做一个连接的话
伊刷落来，转来的路就会较顺。根据统计，全台的受刑人有55000人左右，有我1成的人有甲户口刷到家己店的感觉。伫美国、韩国这寡国家，也已经拢有受刑人通投票的措施。当去推动司法改革的民间司改会对此表示支持，也讲这个基础分在顶有机会通互全台户口点伫咧感觉的受刑人拢通投票。我们当然就是希望受刑人就是除了自由被剥夺之外，其他的权利就不应该被阻止。当然也是希望说这个假处分可以同时影响到不管是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别的合议庭的看法，或者是乃至于可能其他法院的看法。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这个见解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受刑人投票权。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的基础分，伫行政诉讼确定进前拢有效。检诉关注小组甲民间司改会认为，就算行到行政诉讼，这摆案件因为理由充分，胜诉的机会也是真大。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讲到唱水南国族的调集人黄树光也加入去机密泄露的风波，国民党是呛讲着爱恢复特侦组来办黄树光。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讲，绝对相信黄树光的人品。立法院国民党团要求黄树光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民进党团表示讲，这黄树光的集团是会当来立法院报告的，不过认为这国民党的目的只是要伫咧证人面头前改赦免尔。唱水南国族的风波是继续烧，变作拿力攻防的焦点。国民党是一直甲总统串英文，唱水南国族的调集人黄树光爱出面讲互清楚，讲像是卖国贼，卖秘伫后壁抹黑放话。国防部长邱国正13强调讲，相信黄树光的为人。我绝对相信他，因为黄树光我们共事多年了，不光是在他司令任内，更早期我们在一个连参服务过。他为人各方面的确是蛮受肯定的。针对检调分案调查唱水南北案，邱国正无要加讲，表示讲国军尊重嘛配合调查。不过国民党团指控讲黄树光是有权无职，用国安会主委的身份想要避外界的检验，要求伊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来接受质询。有权利就必须要负责任，黄曙光必须自己来面对立法院的监督，要求相关的有关人士到立法院来做报告甚至去说明我想这一点也是应该的。在野立委认为讲，唱水南国族是涉及国家机密的部分，黄曙光会当透过秘密会议和秘密询答来做说明。针对国民党提出恢复特侦组来侦办黄曙光，民进党团批评讲，国民党是在打击唱水南国族的影响。国安会的秘书长或国安会的官员本来就是要到立法院来报告，但是如果你牵涉到机密不宜报告的话，仍然就是不宜报告。让黄曙光到这个立法院来接受羞辱，其实会让大家会觉得说蓝营真的是枪口指向黄曙光，只是为了要围魏救赵。老西方讲，黄曙光在遵守国家秘密保护法的前提之下，因为这款会当到立法院去报告，但都指控讲国民党的意图不是要讨论政策，是想要在立法院侮辱黄曙光。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有一个部党一位里长收到简体字的信息，邀请伊去到中国的病院进行交流，也讲这全部去遐的费用拢会当处理的。在地机关就认为讲，这中国想要对台湾的基层来先下手开始统战。不过国民党机关认为讲，安尼解读是伤过头啊，甚至就要尊重这里长是有才调去判断的。但是适合暗时收到的简讯，高雄凤山区这位无党籍的里长带一个，因为唔是问里面的服务，是邀请伊去中国民营病院交流。上特别的是，佮写着专程报销各种费用。艺人一样，要不要选择去大陆赚人民币，还是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就各有各的想法。里长笑讲，家己种算嘛，甲其他里长同款，互人邀请。但台湾执政党的议员所烦恼，这是中国的统战工课，想要甲手村甲基层，企图要影响到总统大选，也是基层的选举。那从这个民众踢爆的截图当中，包含我在市政质询当中揭露的截图，有提到，他的指定目标就是找蓝的以及无党的里长。11住行啊，全部都会完全包含在里面。然后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竞赛交流的方式哈，然后来去收买笼络人心啊。
嘛有民进党议员发言，运动嘛互当作是统战邀约的方式，呼吁里长就要注意。不过国民党议员有无同款的看法？伊认为两方的交流互动本来就真正常，唔免什么代志拢当作是统战。我觉得没有必要逢中必反。那里长就是您选的，依法本来就不需要去申报这一些私底下的交流，其实是不分中国的。像日本的政府，我们也常常进行半官方的交流。看你用什么政治立场来解释这件事情，来看待这件事情。台北市长之前去上海什么论坛的那个，你要说是统战吗？其实也不一定，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吧。每回交抬到中国旅游，才有算统战，民众的看法无同款。不过大选要到啊，高雄愈来愈侪里长收到相关的消息，嘛难免会引起着政治的联想。记者王刘婷、陈hen坤个报道。台北市机关表示，讲这市政府有真侪单位拢用声不特定辨识技术，当作是上下班登卡的方式。不过有8个单位说是使用中国制造产品，真有可能会出现治安记录，要求采购就要检查，若做有问题，机器拢要换掉。请重按手指。上下班登卡敢有哪有治安记录咧？台北市议员讲，台北市政府有40个部门使用生物特征辨识登卡上班，不过有8个单位使用中国制产品，而且外形甲中资企业相机科技所开发的器材差不多同款。这个公司较早捌互人公布是中共军方的合作厂商，恐惊有治安的记录。商机科技它的前身叫做中控智慧，那这个中控智慧其实它就是跟中国的解放军来合作，配合来做一些在中国内部的相关的监控。议员要求采购应该严查产地，并且对可疑的机台爱汰换。依照即马中央法规，各机台使用中国厂牌自通信产品，爱去哩中央自通安全作业管辖系统填报相关的资料。不过台北市政府8个局处拢无落实执行。现在资讯系统上面可能具有联网能力、资料处理或控制功能，这个定义上面会比较复杂一些。那我们这次也会请各机关也在更严格的认定下面，我们去研讨说这些事情这些产品是不是应该要被纳入重新检讨的标的里面。未来的这个改进的措施，或许可以提供，请这个报价的厂商，你要提供给我好的这个进口的报单，可以至少让我知道说它的产地是什么地方。港务局嘛进一步表示，针对小额采购的部分，未来改进的做法，会请报价厂商提供这个产品产地资讯，并会动资讯局提高查核也甲敏感度。记者综合报道。公平会大条件通过台湾大哥大合并台湾机车申报案，未来国内电信市场会变做是3大企业伫咧做。消基会也呼吁讲，这主管机关应该爱严格监控3间电信业者，说落来敢有费用甲方案的变动。公平会有条件准台湾大哥大合并台湾机器，要求台湾大爱改跨承受台湾机器既有客户的契约到114年年底。对台湾机器4G 中心方案的用户，将会提供服务到4G 频段使用期限。台湾大声明讲，遵照公平会附加负担的指示方向，要拼2023年年底进行完成整并。不过，国家也有记录，在远传甲亚太电信合并了，台湾大如果并台湾机器，国内宽频服务市场业者搁再减少，市场的集中度伤过提悬，继续有可能的上升。电信业者呢，如果有这一个涨价的状况，或是方案调整状况，看这一个是不是前后，然后都做这些动作。那如果前后都做这些动作的话呢，那我们就请主管将应该来加强查核，看看有没有联合垄断的问题了。消基会统计，电信业经过这边的合并了，远传的用户有920万，台湾大980万，中华电信维持1300万，依然是上大。不过，三雄之间的差距比以前较缩小。通信行业者分析，在合并了，业者整合资源，可能会让提供更加侪服务。不过，因为使用者付费比并购资费较低的用户，收信品质是不是让提升，也唔知。并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人去用嘛。那大家拿起来测试，发现说，真的是没有想象中收讯这么好。就是那个汇率够低，然后我觉得选择的话够。
我应该会去选择别家了。就习惯用什么就自己去用了，对啊，除非优惠真的太好。虽然资费较低有诱因，不过大部分的用户也是认为收信稳定才是上重要的。伫咧亚太甲台湾之间被合并了，过去用俗价伫咧抢人客的情形可能袂搁再出现。电信市场愈来愈饱和，电信三雄要哪拓展家己的人客，正受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屏东明阳工厂发生火灾，造成4名消防员过往。基层消防员也继续争取权益。行政院伫昨暗呢邀请到消防员权益促进会来开消安咨询会。行政院长陈建仁今日表示，会议当中有真侪共识，也答应讲会来挺消防员。不过，这个消防团体是认为讲对这个安全也有做工会部分呢，也未有共识，呼吁行政院赶紧召开后一届会议继续讨论。屏东明阳大火造成4个消防员殉职了后，基层的消防员是一直发声争取权益。在代志发生20天了后，行政院12是找相关团体来开消防安全咨询会。行政院长陈建仁承诺讲，政府会做消防员的后盾。昨天已经开完了第1次的会议，会议的成果呢，大家已经建立了蛮多的共识，政府跟大家站在一起，做大家的后盾，一定让我们消防弟兄得到最好的保障。比较有共识的部分主要在公安，在治安的部分，其实我们还是主张全面纳入治安法，工会法才是我们主要诉求，所以我们会继续去努力。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讲，会议内面向行政院来中心3大诉求，不过对治安和做工会的部分无得到明确的共识，呼吁行政院较紧来开后一摆会议继续讨论。时代力量的党团嘛声援，主张讲消防员应该适用治安法，而且要求加速审查的程序。我们认为说这个治安法的适用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坦白讲，今天消防员所面对的危险，比起一般的劳工的工作，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不要公祭完之后就忘记了，伤者复健之路，好好有一个完善的措施，让他们在身心灵得到抚慰。民众党团进前已经表态支持消防员爱适用治安法，国民党团是要求政府应该重视受伤的消防员、场区员工的治疗和复原，而且建立相关辅导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来看这个以巴冲突。以色列表示讲，这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呢，那准唔把这150名人质放倒转来，在这进程呢，就被互任何物资入去到加沙地区。以色列士兵夺回苏法前哨站军事基地迄当阵，掠到几多位哈马斯的武装分子。这段以色列军方伫12公布，国际媒体无法度确定真实性的影片内面，看到以色列赢面较大。以色列媒体引用一位突击队员的话报道讲，海军的精锐突击队加几60位哈马斯的武装分子，连续几多点真久的战斗，叫出被武装分子靠岸的连接。以色列军方用空袭摧毁加沙，也为可能的地面战准备。当局12讲将会继续全面围困，一直到哈马斯甲差不多150位人质拢绑带。哈马斯发动攻击6天以来，以巴双方伤亡正惨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特拉维夫，美国武器的运送表示支持以色列伫咧加沙展开报复的行动。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艾鲁里12警告讲，以色列对加沙的任何入侵，拢会成做以军的灾难。国际援助组织警告讲，人道主义危机愈来愈恶化。The challenge we face is our capacity to move safely in Gaza. 另外，若是无电，便就可能变做太平间。对这出现幼儿的部分箱、电工机这款设备拢爱用电。以色列能源部长卡兹讲，除非哈马斯甲连接搞出来，若无就断水、断电、断能源，因已经甲运送到加沙，供应230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也有电切断，并且甲对埃及来的物资挡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哈马斯强行去攻击以色列，所造成真侪西方国家的民众伫咧以色列国内变做是无辜的受害者，引起真侪国家的不满。不过，这以色列也出手反制了后呢，真侪国家也开始声援巴勒斯坦。不过，这法国和德国却是大声宣布禁止所有挺巴勒斯坦的活动。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伫咧全国演说当中，呼吁民众要团结，减少动乱。示威民众飞起的纪念碑也着巴勒斯坦的国旗，一个放言会。伫咧以色列强烈回击哈马斯了，法国巴黎也出现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因过因为要防止反犹太情绪团开，法国内政部宣布禁止伫咧法国举行任何挺巴勒斯坦的集会，若是违反的外国公民将会被驱逐出境。伫暗时，警方出动水炮车、写催泪瓦斯，赶走一场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毋若是巴黎、波尔多要挺巴勒斯坦的集会，因过场边是较温和。Israël, à mon sens, subit depuis 4 jours ce que subissent les Palestiniens depuis 50 ans. Et nous tenons à montrer notre solidarité avec ce peuple qui, depuis 75 ans, connaît colonisation, épuration ethnique. 法国的穆斯林社区估计有500万人口，是欧洲上大。但是法国有要加50万的犹太社区，规模同款是欧洲上大。对这边哈马斯的攻击已经造成13位法国公民死亡，是2016年尼斯恐怖攻击以来史上上惨重的事件。而且有17个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囡仔。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全国发表谈话，希望法国人民保持团结，唔通伫咧国际出现分歧的时阵增加国内分歧。Nous ne pouvons pas nous résoudre à une guerre sans fin dans cette région. La lutte contre le terrorisme ne peut remplacer la recherche de la paix. Et les conditions d'une paix durable sont connues. Ce sont des garanties indispensables pour la sécurité d'Israël et un État pour les Palestiniens. 因为德国原本就是禁止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总理肖兹也讲将会取缔一个亲巴勒斯坦的组织。因为因的成员伫咧德国的街仔路庆祝以色列平民被杀害。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一个几多个国家的官员会伫咧13去以色列表达声援。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国际奥会12宣布会甲罗西亚奥会停权，而且是随来生效。理由是罗西亚奥会侵犯着乌克兰奥会领土的完整性。不过，罗西亚奥会也批评讲，这是一项政治性的决定。另外，国际奥会也指出讲，停权是会影响到选手，因会当用独立运动员的身份来参加比赛。俄战争拍袂煞，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国家一项。国际奥会伫12宣布对俄罗斯奥会停权立即生效，理由是俄罗斯奥会伫咧找5单方面决定，甲乌克兰国家奥会辖下4区的体育组织，来变做因家己的成员，分别是顿内茨克、赫尔松、卢甘斯克加扎波罗热。The suspension has the following consequences: the Russian Olympic Committee is no longer entitled to operate as a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s defined in the Olympic Charter, and cannot receive any funding from the Olympic movement. 俄罗斯奥会批评停权的决定是政治动机。其实，俄罗斯自2015年被发现官方暗中伫咧帮助使用禁药的行为，就互国际电总禁赛，一直到今年3月才解禁。因为俄乌战争，俄罗斯加白俄罗斯的选手只可能会当用中立的身份参加比赛。国际奥会讲，说落来也共款。The conditions for the INA athletes, the independent athletes, remains exactly the same. The suspension of th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doesn't affect in any way the participation of independent athletes. 不过乌克兰是坚持，若是无对俄国加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全面禁赛，将会抵制明年的巴黎奥运。也强调体育袂当脱离政治，同时谴责俄罗斯利用运动员做宣传。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俄战争害乌克兰有600多万人离开家乡，要到500万人有路无厝。因为这时间一个久，国际关心是愈来愈少。不过当地也是有台湾青年伫遐做人道救援。明仔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来看战争，互咱台湾青年学到什么款的代志。战争爆发了后，在乌克兰境内，空袭警报随时拢有可能会弹起来。全国会当讲是无一个安全的所在。真侪居民的家园受到攻击，敢来当早去境内其他相对较平静的所在，或者是离开国家变做是境外难民。为台湾来王南英，
原底是伫乌克兰读博士，开战了后，伊并无离开，是留伫乌克兰投入难民救援工作，去帮俄罗斯军方占领的所在发物资。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基辅很远，然后离绝望很近。伫乌克兰南部的城市赫尔松，这个前线庄仔头，因为捌去俄罗斯占领半年，四界拢有火烧的痕迹，有95%拢已经乌有去。虽然已经修复要1年，不过对这居民来讲，有关是一场噩梦。Ми вийшли з неї на підконтрольну Україні територію. Але дуже багато моїх знайомих, над якими знущалися, деяких катували, деякі взагалі не вижили. Були розстріляні або розірвані від снарядів, які прилітали точно в ціль, куди їх посилали.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23年6月份的统计，乌克兰境内有路无厝的人超过500万人。为了安大这个无厝通住的人，伫西部的 Lviv， 一个由欧洲各国出境废弃造的社区，或者会离开故乡避战火的人，会当有一个安大生活的所在。Зараз живе 954 людини. В цілому воно може розміщуватись 1408 людей. Але якщо ви дозволите, я продовжу. Тобто тут є найбільш зараз представників, це є Запорізька область, Луганська область, Харківська, Херсонська. 从巴赫穆特撤离来的一个难民家庭，我之前问他们有什么梦想，那个难民家庭跟我说，他们的梦想就是明天不要再露宿街头，明天只要还有一口饭可以吃就好了。无平静的时代，看无未来的日子，乌克兰的百姓拄着啊，嘛敢若会当行一步算一步，先安踏家己的生活，豆豆整理破碎的家园，再过来想看卖，接落来要安怎行？记者吴定武、林建如，乌克兰采访报道。有一名伫咧台北加角细娘的受刑人，去年因为表现好，交政署核准自主加外作业。昨中昼伫咧加外作业，徛工厂奥多拜出去买便当的时阵，和别台车相压。警方到现场发现，讲这细娘的受刑人酒测达超过标准，涉嫌公共危险罪。0.35啦，什么时候喝的？早上喝的，还说没有？手放后面。对这个画面当中，咱看到这台蓝色货车为着要闪白色轿车驶出去中线，搁再登到车道的时阵，就和这细娘的受刑人奥多拜相压。虽然人无受伤，不过这细娘的受刑人食酒骑奥多拜，触犯着公共危险罪，除了会甲移送侦办以外，也会停止自主加外作业，照规定该处罚。伫宜兰头城清芬路2段13早起，有一位85岁阿婆，可能是撞过车路，或一台拄青灯来驶叮当的拖拉机搞死。驾驶个点唔知继续驶，警方找到人的时阵，司机讲伊唔知影讲有去弄到人，目前先甲这嫌犯移送法办。一个负责人因为青灯伫要变红灯，无行路口，直接闯过大九线车路，去互青灯带起步的大货车弄到，当场死亡。大货车驾驶事后无停落，直接离开。现场看到民众是讲，当时有听到哭哭的声音，出来看到老负责人倒伫涂骹。然后突然他开走之后，我就听到怎么扣扣扣的声音，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阿妈就躺在那边，已经下半身不见，然后尸体就已经分尸了啊。警方初步调查，这件车祸发生伫13早起5点37分，头城镇清芬路2段出名的阿婆长阿边路口，85岁姓林地负责人去附近国小运动线，按算去大九线对面的早餐店食早顿，因为路口行人灯号为青灯变红灯，所以直接为一间牛肉面店窜过车路。要为分隔道中央窜过车路，随后本来伫个内线车道等红灯带起步的大货车交过。到事故现场会当看到涂骹流真长的脸台痕，警方由封锁线封闭车道调查，暂时开放单线通行。该董姓驾驶不晓得发生交通事故而逃逸，经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查知该肇事车辆，经通知到场查验车辆，并实施酒测酒测值为0。警方表示，专案以监视器找到大货车当场查扣，驾驶讲唔知影去弄到人，唔只离开，依照肇事逃走这个罪嫌上班，详细肇事原因都要搁查清楚。警方呼吁行人窜过车路，应该要行行人穿越道，而且尽量闪开生活大货车看袂到的所在，才会当保障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要试办这奥多拜伫路口直接倒滑，这个月2月要先施行。目前伫咧中西区中正路和福建路，总共有31个路口要试办这奥多拜，会当徛伫咧内线车道，也有路口直接倒滑。有民众是真期待，不过也是有人认为讲，一别管事，而且车是遮尔济，可能会较危险。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甲福建路临近孔庙顶景点，车流量未少。奥多拜技术是按照规定两段式的倒滑，不过28号开始，路口将要试办奥多拜直接会当倒滑，路线嘛已经排定，总共有31个路口。要改变长久以来的用路习惯，有人真期待，但是有的奥多拜技术说嘛烦恼，搁较危险。对向的车过来，如果还是直接转的话，还蛮容易被撞的。车子很多就觉得很危险啊，我还是觉得带转比较安全。你在这边带转过不去，你也是要停在中间啊。我感觉先伫遐规划了真好，因为咱拄要转换，应该会真正有的人不适应，然后做清楚，你就写对咧后壁安尼对咧弯，袂有即个个安尼个即个角角安尼。其实市府要推动奥多拜路口会当直接倒弯，主要就是因应单线两车道的路段。如果若是限缩了奥多拜只会使徛外行车道，是真容易甲公车、甲路边停车的车辆互相卡着，压缩了奥多拜技术的用路空间。为了开放奥多拜会当行内车道，就一定要开放奥多拜伫路口会当直接倒弯。它其实受到外侧的一个外围的压迫，包含我们一些路边停车，然后公车停靠有一些干扰的一些因素。那因为台南是一些巷弄有时候也会比较狭小，所以说我们是有在检视这样的一个计划，让我们的一个内侧车道能够让我们的一个机车行驶进来。试办期间开放奥多拜会当行内车道，以及路口直接倒弯，但是嘛保留民众习惯的两段式的倒弯带转区，要让民众一步一步来适应。这为期6个月的测试，市府除了强调会加强宣导，嘛会滚动式的检讨试办的成效。记者郑云台报道。花莲县警察局开上100万起一个东部头一间的空气清实验室，利用这红外线光闸门，会当去推算这空气清敢有超过法令的管制。因过拢是爱送到北部刑事局处检验。即摆有这间实验室了后，会当缩短办案的时间。顶个月2日，花莲市重庆路一间名体门口1楼的玻璃互人开枪，伫厝内厝主也被射到肚边的胸坎，好佳在无性命危险。警方伫现场涂骹发现真侪证据，歹徒可能是拿空气枪。于9月29日缉捕涉案人到案说明，并附带搜索于车内起获空气枪、长枪及短枪各1支，因该嫌同为毒品通缉犯，故全案依毒品通缉、伤害、毁损及恐吓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这边案件的证据也第一遍唔免搁再送北部的刑事局验证，因为花莲县警察局开100万成立东部第一间空气清实验室，利用上新的光闸技术，计算清激发了更多的动能，是不是超过20兆的法定规定？过往送到刑事局大概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才有办法来拿到这个鉴定书。那将来呢，如果这直接我们花莲辖内的案件送到我们实验室，我们原则上希望在1天之内就可以出具鉴定书给我们的警方。环境局强调，空气清实验室拄则起好，需要等刑事局认证，能力的部分需要等年底备份了才能进驻，估计伫明年初就能正式进行打击犯罪。记者综合报道。那个旅院的投资。过来目前有上100万户坑伫咧用的空厝，也若这个税厝的人是定定找无厝，或者是讲这租金伤过悬。今仔日租客联名就邀请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会有各党团就要照拼照行推动空厝税。另外，针对着空厝的问题，也爱立法来管理。针对有3间厝以上的人，就要加重扣税，才会当让这空厝扭出来。也若偏乡的部分，就要掠过。说到做到，履行承诺。租客联盟甲公益捍卫行动志工团13召开记者会，呼吁各党团爱落实推煞空厝税，解决租厝歹找这个问题。把台湾超过100万户的空屋，特别是位在都会区的空屋，逼出来有效的出租使用，然后来解决我们租屋主的居住的问题。针对租厝的人，租客联盟有做调查问卷，发现有5%租厝的人不满供需不足、租金起价，也有3%7租厝的人认为适合租厝的选项伤少。根据调查，国内目前有上100万户空厝经营，其中无抵用的比率，各以6都占上值。
造客联盟认为，各党团应该爱推撒空厝税，按过施行的时阵，都爱排除偏乡，避免伤害到无辜。同时，针对部分厝主烦恼出租会方查到较早多漏税，嘛都爱卖个堆税。到尾也锁定有3户以上坐厝的人，要租人就免征收税，也有加重扣税，安尼才有法度逼出空厝。针对多屋者，平均每屋每年增加的税额非常的少，这也可能导致法案在推行之后呢的效果不彰。针对空屋释出的部分，我们认为应该要另外立一个法令，多屋必须非常重税。那这个非常的重税，它必须要高到让我们的多屋主他会觉得把房子空在这边会痛，他宁愿要拿出来出租。针对空厝这个问题，已经大大影响租厝权益。租客联盟认为，各党团应该爱想办法引导空厝出租使用，安尼才当有助租厝市场会当健全。记者综合报道。不管这桃园航空城开发案影响到上万间拆迁户的权益，居民组成自救会今日上北来到行政院外口抗议，要求政府要来重视因的问题，唔通互因伫咧外口流浪，有厝补到最后变做是无厝通住。还我家人！大声话口号，叫政府爱听因的心声。不管桃园航空城开发案影响上万户拆迁户的权益，上清明大户做自救会。13上北到行政院抗议，自救会强调，有大户反映讲，政府的安置主体无包括公设，一平卖22万，一个停车位就要80到120万。结果，因的补偿费这个人领239万，我家己开940万起买，等是我派贷款。自住宅，当然政府为阮偌济钱，为阮目前手上拿到了239万，你9月份。明年的4月份，你叫我们要拿940万来跟你买，我哪里讲，我买不起。当时一平，好咱家8万块，那这样的一个这个重建，咱哪有才有企业做证据？自救会认为，这卖物价、厝价甲60年代政府要去桃园国际机场时阵，大量拆面体进行差真多。结果，拆迁户即马无法度用补偿金去买家己的厝，叫前桃园市长现任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唔通投票争议。签完地之后，把我们现在要坑杀我们，让我们要付出4倍代价，政府要给我们钱买回来吗？最好他编预算给我们买回来，对不对？物价上涨的跟现实生活落差太大，所以我们今天具体的要求行政院要撤回这个决议。自救会希望政府会当重视因的心声，唔当互因无所在通大。也强调10月底一个去桃园市政府抗议，叫市长张善政爱做到选举时阵的政见，实际照顾大户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旧城区有真侪旧大楼，不过这盗警的案件推动进度却是真慢。有民意代表要求讲，这市政府就要成立都市再生中心，比较这台北和新北的住都中心，推动重建也有盗警。不过市政府表示讲，真侪老厝的产权真复杂，市政府是真歹介入，也会继续来推动辅导。楼梯出入口拢去铁片封条的。今日外口的民众走入去发生意外。1976年落成的台中千华大楼，那亲像是废墟。因伫咧2016年成立都更会，到现在依然无法度完成都更。部分的住户依然有疑虑。管委会是认为百姓同意都更的标准太过悬。都更以后，我的房子在哪里？我现在还不知道。那你叫我什么都更？懂不懂意思？我的规划我在哪里？我本来在1楼，现在会跑到哪里去？不知道。所以你要给我一个答案，就是我可以住哪里？这房子已经40年，有些已经3代5代了，真的是比较不好整合。针对这一种旧房子，是不是有一个专案，能够比例不要这么多，不然会很困难。台中市旧大楼都更已经核准的有112案，其中伫咧旧城区包括千华大楼、远北大楼、金园大楼、明星大楼等都更案，各单游园拢卡关推动困难。有民代建议市府应该成立都市再生中心，专力推动围绕重建甲都更。地方文书工作者赞成设立专职的单位负责旧城翻新，但是重建了后建物应该纳入在地文化元素。
保存历史的记忆。为什么没有办法都更？那就是因为没有一个部门来全权负责。我也希望说，如果后续有成立这个都更会，那我希望能够把在地的文化。在地的特色能够纳入，而不是只是盖一个新的建筑物。都发局目前获内政部经费补助，办理推动都市更新专案办公室计划，研议成立都市更新处及行政法人都更中心的可行性。台中市都发局表示，老厝产权复杂，公权力真拍介入未来规划成立都市更新处，或者是主体都更中心。目前是由都更围绕重建甲旧街区活化顾问团，会持续来辅导推动都市更新。记者台中报道。风台过后，这红头树当咧整理家园，拼出来本数已经超450栋啊！志工团认为讲这本数伤过济，烂树本身已经无法度处理。台南县环保局表示，讲年度清运离岛本数的计划有顺利在进行。这届风台过后的大型本数乡公所会找人先拆开，再搁找货轮业者再登台湾处理。志工团体找50个志工，伫个烂树风灾了后，入来到岛上，帮助当地居民来拼厝，拼出来本数是包括厝的铁皮、茶、冰箱和炊器的家用品。志工团体讲，因为拼出来本数实在是伤济啊，烂树的本数场拢满啊，恐惊无法度处理。这时候需要一些长时间的一个整理，跟长时间的就是慢慢的运送出去。乡公所初步估计，烂树这摆是有超过1000多户受灾，已经协调台电提供核废料收抗场的抗地，来套这大型老厝内面拼出来的本数，一礼拜就已经拼450栋，已经超过一年产生的本数量。台南县环保局讲，会阁和乡公所来合作，甲灾后的本数做回收和未当回收来分类，大增加造成污染的废弃物运转来，那是大型的则请回收商运转来本岛处理，避免污染。到时候我们去故宫来做这样子这个垃圾的分类，铁类了，什么木头，什么塑胶，做这样子的分类。在转运的处理的量呢是不会有问题的哈，因为这个透过环保局发包的计划，其实从今年初一直执行到我们10月初，目前都已经整个清运了将近1200多公吨的这些生活垃圾。即摆已经是东北季风的季节，志工团体烦恼船运本数会受到天候的影响。环保局强调讲，一只货轮的载运量大约是300到400吨，靠民生物资的运送，会阁剩一寡空间。透过年度清运计划，会当用风影较细的时间，把这风灾本数再登来本岛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提升水源的自给率，这金门县政府向中央提出金沙溪人工湖工程计划，甲无得咧用的气温也有建蔽池摕来地正水。不过，这款的做法确实影响到水滩等野生动物的生态。县政府也是要伫咧11月发包施工，在地团体就伫咧烦恼讲，这对生态会造成真大影响，呼吁就要重新检讨。看起来真古水的凹仔水塔，歇伫金门，为了提高当地水源自给的比率，县府推动金沙溪人工湖建设方案，要甲7个无咧用的渔温也有振鼻池改做淡水池，而且嘛向中央申请5.49亿的经费。在地团体烦恼包括引水甲保环的工程，恐惊互水塔的生态地受到严重的破坏。工程做下去了以后，它里面会像万里长城一样啊，筑了好几条的这样子的引排水的这个渠道，在这个基地里面造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切割的效应就不会消失。在地居民也质疑讲，过去就发生起伫海边仔的下污水库，才拄启用无偌久就变伤咸，惊即摆的工程会犯同款的错误。只要遇到一次的大潮或者是海水倒灌，那这个人工池里面的水就会盐化，无法使用。立委洪新汉也讲，金门县政府无顾生态调查的结果，有关以原地案件去上审，要求主管机关水利署表态。它的保护应该是不能因为有任何的公共工程的兴建而受到伤害。这个案子会先暂缓办理。水利署表示，这个案件是为着要解决自有水源无够的问题，也有金沙地区伫大雨大涝的时阵有淹水的问题，会协助金门县政府找到兼顾设备甲生态的方案，也会邀请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单位来帮助拍通水路，卖互水塔的生态地受到破坏。记者综合报道。一
真侪人拢有臆测生灰小心的情形，不过这无一定是胃出问题，有4成患者是心梗塌。为了要提早培养这医学生临床的判断，高雄医学大学设置临床影像基金训练中心，也正做亚洲头一个甲上界新的整合影像模拟仪器放伫咧学校内面。 那是因为火烧心来病院的患者要注意，火烧心唔那肯定是胃出问题尔。根据高医详细临床统计，有40%的火烧心病患竟然出现致命性包邮。病患若是5岁找无到医生来拖过黄金治疗期，有可能会没命。那胃食道逆流或者是说上腹痛，我想除了考量这个胃食道逆流，就是电视各位所熟知的那广告词之外，那也千万不要忘记了，也要考虑到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 火烧心算是心脏出问题，就要靠医生正确判断。这高雄医学大学甲业者来合作，来设置临床影像拟真训练中心，由老师操作电脑来解说心脏病症问题。医学院的学生嘛会当提早接触到仪器甲训练判断，透过上新3D 的影像，会当看到更加详细器官，对因学习上更加有帮助。提早在学生阶段就先接触到的话，那 就刚刚像老师说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探索之外，然后对于我们学习上也是更精准啊。现在可以就是尽早去认识它，我们大概就可以去认识典型的、正常的是长怎样，有疾病的是长怎样。你这样，你以后进到临床之后，你可能比较快上手。因为有临床影像拟真训练中心的成立，让学生会当实际操作，来培养因临床的反应，也让教学更加趣味，加深学生的印象，希望提高以后诊断正确率。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桃园听听，互人讲做是无啥物好佚佗的城市，是政府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复兴区民众国去观光的几率不到6成。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交通的问题。关旅局表示讲，已经推出新品牌强化复兴的观光，其他景点也会加强宣传，带动整体人潮。 规个山头拢是云雾，还有瀑布、神木，有几个游客伫咧复兴山区休闲的散步。有民众讲，真介意山顶的风景，空气够好。也有人讲，敢若是看风景真无聊，所在够远，休困时啊，可以塞车。因为空气非常好，我已经来好几次。容易塞车啊，假日车子很多。假日比较塞啊。会怕吗？假日？不会，还是会去啊。太山上嘛，又比较偏远，所以就不太会去。 关旅局甲市府主计处合作，透过大数据分析桃园23个知名的观光景点去年旅游的情形，发现伫复兴区的甲板山、罗浮温泉、小乌来风景区、拉拉山等景点，算过估计算的无到6成，其中外地游客也只敢若4成尔。也有积极提出相当多的这个宣传活动以及配合办法来做改进，所以其实今年在整个假日的期间呢，都是一房难求哦。 关旅局讲，复兴山区所在较偏远，交通较无方便，算过国际的人较少。不过经过努力的行销了，今年旅客来这过夜的比例已经是景点的前3名，也继续伫咧北环沿线、头寮自由园区、帕蒂寮古道、罗浮温泉、下巴岭磅坑等在做工程。年底进行的一项完工，同时也探索北环品牌，建立新北环观光行程。 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让民众了解过去胭脂画板印刷产业伫云林斗六的社定南，甲因老爸社金山留予伊的上万叠胭脂，也有这印刷工具全部送予分区台，由学校来规划这空间展示，要让民众了解过去因胭脂画板印刷的产业，也希望讲有创新的运用。 甲大型的胭脂机刷开，顶面放超过1万的胭脂，以字面来分类，会当伫短时间内找到每一个字，方便外版的印刷牌子。住伫云林斗六的社定南，想起过去因老爸谢金山做印刷产业的光景。只有一面单面的话，这样子排开的话会占太大的空间啊。家里空间没那么大，他自己就想到说，把这个做成。 轨道，然后所以用好几层这样子去排列的话，它省了好几倍的空间。谢定南表示，因老爸谢金山自国校毕业了后，就开始做印刷的工课，去真侪间印刷厂食头路，一直到1984年创办金山印刷所，专门替人印美式红贴仔甲学校手册等等。
尾啊，1992年退休。赵金山见证胭脂外版印刷产业的起落，不过旧年伊人过身啊。最近赵定南就把这块胭脂摆办的工具顶顶捐给云林科技大学的文字系。我爸爸那时候就想说，希望这个印刷设备可以让以后的人看得到啦。因为你放在外地，我就说在地就没有这些资产啦，嘿。就是可以保留下来，把它整理出一些教材出来，然后邀请我们社区的民众，甚至我们也希望说串联北中南，就是相关的活字铅版印刷的这些职人啊，或是工厂哈，就是我们来办一系列的讲座，还有一些推广课程。分科大文字系表示，会好好保存这套印刷的文本，已经在学校分享到过一件事，未来会以文化研究甲教学活动，连接社区做有形、无形文化资产的活化运用，互民众更加了解过去胭脂外版印刷的历史。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全世界水资源有的所在欠，有的所在伤过济。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12就发出警告，讲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集水区拢已经变旱了，有36亿人会受到这影响。这也是气候变迁影响人类的证据。全球差不多有36亿人，当年有1个月时间无法度得到有够的水资源。根据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一个新的报告，气候变迁甲人类活动，让全球的水资源失去平衡。About half of the world has experienced increase of flooding events, and about 1/3 of the planet has been facing increase of drought events. We know that 1 degree warming of the climate means that we have 7% more humidity in the atmosphere. 也就是讲，全球50%以上的集水区出现偏离正常循环排放，其中大部分变质搁较大。中国中港就是一个例。世界气象组织12公布2022年全球水资源的状况报告，因为大数极端降雨也甲冰川样较紧，全球水的循环变得愈来愈无稳定，这让长期对水的资源构成威胁。Especially the alpine ones, they have lost about 10% of their mass last year and this year, which is a record high amount of loss of that. And unfortunately, we have lost this glacier melting game already. The glacier melting and sea level rise may continue for the coming thousands of years because of already high concentration of carbon dioxide. 大部分的气候灾难拢甲水有关系。欧洲的热天发生烧风甲造大旱，水大正紧，土内水分甲河川的流量减少，农业生产受到冲击。部分水利发电厂也因为欠冷却水关起来。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国际爱合作，改善跨境监控，并且共享资讯。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下半部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吉兰到新竹对24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7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3度到29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